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泡面检查过，迄物件无营养。有好食的通食，谁想要食泡面？本来想讲今日会当食好料的，结果爸母迄出，我啥拢免食。哎阿兄，你敢要去甲爸讲一下，叫伊莫带迄个查某的好无？这个代志要恁烦恼，你好好读你的书好无？对啦，读书啦！一天到暗只叫我读书，我甲你讲，就算今日无读，嘛袂甲爸共款，带一个外人转来，佮摕走阮妈的相片，无怪大姐会气甲安尼。你甲慧敏姊马上就要结婚，大姊、二姊嘛有男朋友未婚夫，无你较真紧嘛要嫁啊！这间厝敢若剩我，佮阿嬷爱做伙面对去食。啊，敢若想到这，我真正心哭。哪有你讲的遐尼含嘛？当然有啊！拜托，只是着要甲一个青婚的查某人住伫同一间厝，无你看我搁爱叫伊。啊！我真正讲袂出嘴。我问你，你甲慧敏姊结婚了后，是毋是要买厝？你会当买较大间的啊！我甲阿妈搬去甲你做伙住，怀伫慧敏姊人遮好，袂计到遮的啦。哎呀，张友丽，你嫌我管你管伤济，佫会想要甲我带做伙？怀伫我真紧就要读大学啊，到时阵搬出去，就现恁两人世界啊！啥款？你这个小囝的计划佫真详细。阿兄，你敢真正忍心看我甲迄个查某的伫遮西牛照甲？一句话啦，我到底敢是你上疼痛的小弟啊？好啊，张友丽，你毋免烦恼遮个啊，这个代志交互我来处理。你讲的哦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郭主任，我当咧看报表，咱公司汇80万出去是安怎？汇好一个叫蔡素贞的口座，这人是啥？总监，这笔钱是董事长爱我汇，而且毋是头一届，顶个月嘛汇80万，嘛是汇对同一个口座，因为是董事长有亲身交代，所以我就无加问啊。
公司计划要上柜，财务爱较注意。以后超过10万以上的资金汇出去，你要先互我知影。OK， 真水，再来一个，给我一个活泼表情，足高水的，足水的，好，今日的工作完成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妈，细你莫甲我的衫用垃圾啊！哎哟！你这行李毋是要收起来，你搁留这货要创啥？进前开钱买的，即摆会当卖偌济，就算偌济啊！切，拢得要嫁互一个好野人啊，搁无采时间，毋甘这小看钱。若是我，直接摕去干掉。哎，厝内无秘鲁啊！你甲迄个周家是毋是准备要办婚礼啊？哎，日子定好未？莫管我的代志，我要办的时阵会甲你讲。切，关心一个袂用的哦。关心我？你是真是关心我，还是关心我伫咧张家，你敢会当得到啥物好处？哎，我是恁妈呢，真正足无良心的。哎，我搁甲你讲一解，当初讲好啊，你甲张家成结婚就搬去甲伊住，这间厝吼就过互我养老，你莫后悔哦。妈，你莫想要伫这间厝，我是有讲这间厝要互你养老，也毋过我无讲要互你。哎，啊，毋是共款，等你吼做董事长夫人。哪有可能快起这间破厝啊？搁甲我计较！妈，我搁甲你讲一摆，我应该互你的生活费，我一仙拢袂减。要毋过家成甲兴华迄边，你连想拢免想。切！哎呀，白白拢是饲查某囝，哪会差别这么大？哎，妈，这种话你讲会出嘴？你望你的良心问看卖，你到底敢有好好车养我？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毋是看你拍牌，就是跋筊，连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全部拢摕去互你行销，你到底阁想要安怎哈？我安怎？我拍牌，我跋筊，我敢无赢钱？我赢来的钱，我摕去饲外口的客晓，我又毋是为着这个家，你知影无？你看你这个俗命，安尼一领一领卖，你要卖到啥物时阵才会发财啊？煞煞去啊！我无爱甲你讲遮尔多，你也袂了解啦。妈，你搁要去倒位？是毋是搁要去拍牌啊？我去甲阮朋友啉茶开讲一个，会用吼？你叫我一工到晚拍麻将？妈，喂，嘉诚，啊？你讲伊妈妈？做一个长辈的文章，安怎阻止爸搁结婚？
接受啦，我就无爱，谁都爱接受。爸爸嘛会寂寞，我搁较寂寞。断绝平仔的关系，哼，我无迄个本钱哦。叫恁妈出马，呵呵。叫恁爸因妈出马，安尼就是阿嬷。有你啦，你叫阿妈要创啥啊？阿嬷，代志大条啊啦！什么啦？最严重的代志，紧的啦！你坐来，我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啦？哈？我甲你讲啦，迄只吼，今日要亲门大户，爸讲要带伊转来食饭，倒一只啦？就迄只啊！你是讲迄个猪肉啊？嘿啦，周明峰啦。啊，这个嘛有影真大明星呢。有话要来就要来，拢免甲我讲一声。打电话给恁爸啦，讲阿嬷因嘛无煮啦，因两个若巴肚枵，家己在外口处理啦。遐毋过爸就是敲电话转来，啊，我甲你讲免煮，因要对外口买物件转来啊，而且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在落的啊。啊？对啊。在落的啊，安尼我要出去啊。阿嬷，毋是啦，我有办法对付迄个周明峰。你有啥办法啊？你先坐来听我讲。阿嬷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嘛甲我同款，无希望爸娶迄个查某？当然嘛无爱呀，我就无介意呀。唉，是讲有你啦。啊？你搁较无介意，你嘛莫定定讲迄个查某，迄个查某啊，无大无细，无礼貌。哎呦，这毋是重点，重点是即马有一个作战计划，互以后拢毋敢入来。唔敢，王讲的较紧啦。啊，得，你看文琪遐尔巧，伊拢互人母甲恁拢细啊。啊，即马咧，伊还搁有恁爸甲伊安掉的，啊，咱兜的剩老的啦，甲细汉的啦哈，咱两个想法了呀哈。阿嬷甲你讲啦，咱两个吼，离迄个舅舅较远的，较无代志啦。毋是啦，阿嬷，所以咱就要来一个老兵、小兵立大功，安尼大姐看到咱，拢会甲咱拍婆啊。咱等一下，就来演一出戏，你就是这出戏的最佳女主角。我女主角，我来去灶骹煮人家较紧啊。是要演啥啊？啊？拍大家啊？等一下，咱来练习者。我演周明峰，啊，你吼就是爱加一颗面，拍大家的模样。来，目睭开来的，鼻孔剃开，喙角落来，安尼，阿妈，你安尼演，就像咱电视看迄个演中风迄个模样呢。演中风哈，你叫我假，你搁讲我来演中风，你实在是，你著要创伫我咧想做哈，啊无是要安怎假啊哈？好啦好啦，这部看起来无效，安尼啦，你先去煮饭，等者因转来，因买物件，咱拢莫食，咱嘛莫甲因讲话，甲因冷战。你安尼讲半工，就是要甲伊当作空气，莫猜面就对啊。对。讲甲你啦啦，害我结一个面有够酸的。阿嬷要来煮饭啊，甲你讲甲巴肚枵甲要死啦。毋对呢，袂用诶。啊？我即摆若煮饭煮好，因转来拄好有通食，表示我伫欢迎因，安尼袂用煮，安尼要安怎？哎呦，凊彩煮的啊，冰箱有酱菜，甲酱瓜啊，凊彩清冰箱，你上熬的，紧嘞。食酒鬼啊！哈，安尼啊，阿妈加油！好。哎，阿妈，你食这米梯。有日啊，我毋是叫你甲阿嬷讲免准备，阮会买车来转来。我有讲啊，也毋过阿妈讲外口伊食袂惯势，对无？阿妈。我就无爱食外口煮的啦。
妈，明峰听我讲，你上爱这间的鸡肉，专工3工前就去注文啊。来，你食看卖。哦。也毋过我今日无想要食鸡吧。阿嬷，食酱鸡啊做消化。迄落这烧油，阮阿嬷袂当食，伊胃肠无啥好。啊，妈，你胃无爽快，你无甲我讲啦。我着迄落。爸，你回国之前，我有陪阿嬷去看医生，迄医生讲阿嬷的胃肠无好，可能是因为压力受大，卡使常常受气吼，嘛会胃疼哦。对啦，对，我着迄落迄天啦，迄天吼，恁两个去甲吼，迄胃安尼疼到即马，还搁咧疼啦。尤儿，你感冒是？那扫袂停啊！尤里，你感冒爱加啉一寡水啦。我无感冒啦，脑痒，应该是过敏。若无你啉这佛跳墙啦，这是嘉诚专工去你上介意的迄间餐厅买的。来，我替你卡。嘉诚买哦。哎哟，这间佛跳墙哦，老实讲了足实在，而且人开几啊10年啊呢。嘉诚哦，常常带我去食，而且物件吼，哎哟，迄个蚵仔哦，做甲生偌好食了。哎哟，哇！这佛跳墙内底料吼，胆固醇足悬呢。我之前看新闻讲，胆固醇伤悬，对老大人的血管无好啦。阿嬷，还是莫食啦，吼。这恁爸买的，我也袂用食哦。对啊，食伤济吼会中风。是啦，我老啊，高毛病啦。唉，我若想着吼，秀官还搁伫的时阵吼，我的三顿吼，拢照起工甲我准备甲好势啊好势啦，做的物件吼，营养搁好食。妈，你即马提起秀官是要创啥？是安怎袂当讲着阮妈？若想着秀官伊在生的时阵吼，毋管是工厂啦，也是公司有偌无闲，人安尼照三顿照起工煮互我食，伊做的物件吼，营养又搁好食啦。妈，这件代志以后再讲好无？袂用诶，即马一定爱讲清楚。周小姐，卡苏你认为讲？入阮张家的门是要来享受的，要来做小奶奶的。安尼我即摆会甲你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也该有一天要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浓烟下。卡苏，你认为讲入阮张家的门是要来享受的，要来做小奶奶的？安尼我即摆会用甲你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主食，迄只是小可代志尔。阮张家吼，公司厝内还阁有少侪代志爱做。秀官伊在生的时阵，为阮张家付出少侪。你若是想要知影吼？私底下，你应该问嘉诚，伊会一项一项甲你讲。阿姆，我知影秀官姐伊足好诶，也毋过其实我嘛有优点啊。你有优点还是无优点，我是毋知啦。我敢若知影吼，秀官伫我的心肝内地位是无人有法度会当代替。除非吼，
你有法度做甲甲伊共款，一模一样。若是无法度，我无可能互你入阮张家的门。唉，讲咧讲咧吼，胃搁在疼啦。哈，有哩啦。阿嬷的手机最近毋知是毋是在调校吼，拢袂啥会爱呢。来，你的房间，阿嬷的手机小顺一下啦。好，我替你哦。来。啊对啦，啊恁两个若食饱吼，迄碗盘爱洗洗呢，毋通去遐互我这个老罗仔做呢。水甲女主角得奖的是张丹来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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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有看电视，要讲话对无？哦，感谢各位贵宾啊！啊，今日我得到这个球啦。嘿，甲阿嬷讲哈，阿嬷拄才演了啥款啦？就赞呢！来，认姐。哎呦，我若无做英文就怕死嘅。对，有你啦。啊，你吼毋通怪恁爸呢哈，伊吼毋是故意不爱互你讲恁妈的代志啦，伊嘛就爱恁妈的啊。我知影啦，阿嬷，爸即马就是目睭勾着喇叭，咱甲喇叭摕掉，伊就无代志啊。切，你这囡仔这个嘴哈，愈来愈像阿嬷。阿嬷，啊，你拄则拢无食着对无？嘿啊！哎呦，你真正是哦，拢捌我食。我遮有准备好料的哦。真是嘞哦！哎呦，乖孙仔给炒好了，我妈食。哎呦，巴肚枵。真。这叫做好料哦。这泡面呢？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，这种物件袂晓食伤多，这食伤多了会变木乃伊啦。你毋食我食。是的，别食啦！我就甲你讲啊，叫我甲你演这出戏啦，演到吼无物件通食，阿嬷哦枵到要死呢。安尼哦，辛苦你啊！哎呀，阿嬷，也毋过上重要的是，你家惊甲伊以后拢毋敢来咱兜啊。上好是安尼啦。真歹势，我无想到阮妈甲友日因，是我互你受委屈啦。嘉诚，我决定去学煮菜。明峰，我是认真的。咱嘞就用行动来证明。我去学煮菜，到时就煮一道健康好食的菜，互恁妈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恁妈就教互我。也毋过，你遐个囡仔。你放心啦，因我会处理的。你要调查周明峰？我发现阮爸有几笔钱，拢汇互叫蔡淑珍的人。我想要查这个人是毋是甲周明峰有关系？你哪会感觉伊甲周明峰有关系？因为这几笔汇款拢是最近汇。加上甲阮爸甲周明峰交往的时间实在是差不多，卡属于真是甲阮爸当作金库。我身为张家的大囝，阁是兴华的一份子，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代志发生。你要找人调查，我愿意斗3工。也毋过，你毋免烦恼，我袂互阮爸知影你替我调查伊。我毋是烦恼恁爸，我烦恼的是阮爸。顶届食饭的代志，伊真无简单，无计较啊！即届恁爸结婚，若真是调查出这个人有啥无好的所在，我惊伊会顺风速倒抢。阮爸甲阮妈对咱两个做伙就有意见呢，可袂得逼我甲你分手。慧敏，你放心，我袂互阮爸甲周明峰的代志影响到咱。假使周明峰真是有企图，
我一定会尽全力阻止因两个结婚。嗯。走！啊，毛毛嫂，从啥？哦，血要怕哦！哎呦，好空哦！啊，你要找啥？请问张友我敢有伫？伊去送资料给客户，你若是要讲客事，就甲阮爸讲。你等下，我去叫伊。稍等下，你是江仁辉查某囝是？嗯。哦，搁请问一下，张友我当时才会回来？唔知影。爸，你是安怎？爸，你真神啊！爸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喂，文琪，当时要来摕西装，也是我摕去互你。我毋是讲要送你啊。送我，嘛要我原因接受啊。谁知影迄敢是你某一个男朋友穿过？迄事是全新的。好，我误会啊，安尼我回室咧，请你啉咖啡。你等一下，请你们。我5分钟后靠你。拜拜。安怎？有代志先？有你讲，爸昨暗带周明峰倒去食饭。听讲啊，所以咧。你应该熟悉周明峰真久啊，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人。袂歹啊，即届总算是要较主动的啊。这件代志，我是甲你徛同边，好无？我甲周明峰是大学3届学姐，阮两个是伫学校的社团活动熟悉。安尼因兜呢？你敢知影状况？我敢若知影，伊自细汉甲伊妈相依为命，环境无啥好，所以爱常常做散工趁学费。养过伊真有心理的头壳，后来伫网络卖衫，趁淡薄仔钱，听讲买一间厝，小款。这对你敢有帮助？只有这个哦。人不爱讲的事，我嘛无方便去探听。所以即个姐甲周明峰结婚，你随在去啊？嘛毋是随在伊去啊，我只是希望卡叔爸要找一个伴，至少爱找适合的。也毋过周明峰毋是啊。我感觉是无想到这个。卡叔伊还未想清楚，就要提醒伊。有啥物好笑的啊？无啥物，只是你互我真意外。我原本抓准你啥物拢袂做，想袂到你还是变啊。所以是为着取回民心。听讲伊要选后一届议员，假使一个周明峰闹出啥物笑话，对伊的选情应该加减袂有影响。假使你当初无这款勇气，反正即么真侪代志拢无共款啊。文琪，咱较暝个莫讲以前的代志啊，拢过去啊，咱来向前看。是啊，我是向前看，只是我愈向前看愈感觉，你当初根本无遐尼介意我，才会遮尼简单就放弃我。过去的拢过去啊，
想你身躯边的人啦，你即马毋是嘛有交换啊？多谢，多谢你的指点，也毋过我无想要听。若无别项代志，我甲交换又好。Hello， 你哪会伫遮？就有一个人真歹等啊，叫我等5分钟就咻，20分钟过去啊。歹势，我伫问其他的代志。袂要紧啦，也毋过搁等落去，咖啡就变歹啉吗？所以你是安怎？我即摆心情已经毋是一杯咖啡就会当解决的。行，陪我去啉酒。行，我请啉酒这款好康毋是逐工有的哦。你免烦恼，医生已经在处理啊。我想恁爸应该无要紧，敢要先去遐坐一下？免啊。搁咧读高中哦，几年啊1年啊。请问你敢是阮爸的客户？我是张友外的爸爸。爸。哦，友外。你哪会对？阮爸是毋是感情搁举起来？我在问你，你紧讲啊！卡婷，其实恁爸的状况无算伤歹，我甲医生一直拢有伫。凭什么干那你知影？凭什么你拢不爱甲我讲？你只不过是个员工尔，伊是阮爸呢。你叫是你是啥？我毋是挑工要阮骂你，阮只是想要等状况较好才甲你讲。今年回家属，我是个未婚妻。我是查某囝，你甲我讲就好。张小姐，刚才是暂时无代志啊，伊只是因为拄开始化疗产生一寡副作用，我会搁调整伊的药啊，免受烦恼啊。为什么阮爸开始化疗啊？伊真严重是？卡婷，恁爸的病情，我小等下再甲你解释。我袂听你讲，我要听医生讲。我拄则毋是已经讲过啊，恁爸无代志啊，免想烦恼。即马会当互一位家属你去陪伊啊。我入去。多谢。你出来创啥？哦，顶个自餐，你连饭都还未食就走啊！我嘛也无机会好好实在任何，所以我就想讲来看恁两个，顺续嘛甲你解释一下，我甲明峰其实。你若是要甲我讲迄个查某的代志，我无想要听。你看你。你敢无感觉你甲任何查某囝真相像？恁连结起的模样完全拢同款。卡婷还阁细汉，伊只是一个囡仔，你莫摕我来甲伊比。
伫我的眼内，你嘛是一个囡仔。你应该试看卖，去了解卡廷的心内到底是在想什么。伊根本就无希望你嫁予因爸爸，伊对你的态度感觉也无够明显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你莫管。你敢有想过，你甲任何若是结婚，未来爱面对的，毋若是破病的任何，还有讨厌你的卡廷，你敢知这负担有偌重？安尼我问你，当初秀官阿姨嘛是带2个查某囝，得到感情，你毋是嘛结婚啊？你哪知影迄个时阵已经破病啊？厝内拢是伊底药爱地啊，地仔顶头拢有写名，我查者就知影。秀官迄个时阵发现了早，即马任何状况根本袂比的。为啥袂比的？你会用做的代志，我嘛同款做会到。爸只是先替你想到上歹的状况，万一任何走啊，留一个也未18岁的囡仔，伊对你的态度又搁遮尔歹，你是要怎带伊啊？这你敢有想过？做监护人毋是简单的代志，有真大的责任爱承担。你要甲任何结婚，这个你敢拢想清楚啊？所以你意思是，同款的代志，你做会用的，或者我就袂用的。对，我是应该去了解卡廷心内伫想啥物。啊你呢？你在做所有的代志的时阵，你敢有想要了解我心内到底在想啥？我知影你今仔日来找我的目的是为着周明峰。我坦白甲你讲，你要甲伊结婚，要甲伊安怎，我拢无意见，因为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所以我拜托你，莫搁来管我甲林浩的代志。敢要结婚，我家己上清楚，你无法度影响我的决定，因为你根本啥物拢唔捌。我知影我即马讲啥，你拢听袂入去。也毋过毋管安怎，爸的经历总是比你较济啊。我只是希望你了解，未来毋管你拄到啥物问题，你拢会当甲我参详。爸永远拢是你的靠山。时间差不多，我去看林浩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莫啉遮尔香，安尼酒醉。我爱是啥？我还两件呢，哪会遐尼简单就醉？你今日怪怪呢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毋过，安尼我以后，是毋是恁家一个结婚的代志？毋是，安尼工课无顺利。嘛毋是，算起啊，我放弃，我约到明年嘛约袂着。为什么安尼看我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：恁查某人若是无顾一切去做以前唔敢做的代志，这代表啥？代表这个人对伊真重要。所以就是真爱啊。真爱。
原来我从来毋是张友莲的情啊！张友莲，你敢有讲唔对？张友莲是我的初恋，当初因爸甲阮妈要结婚，阮就要变做兄妹，所以就分手啊。安尼即马，伊甲齐慧敏做伙啊！以前，伊从来袂为着保护我甲伊的感情，去反抗任何人、任何代志。又毋过想袂到伊即马，竟然愿意为着齐慧敏做遮尔济。安尼你即马敢阁介意伊？我男朋友都交几个啊，两支手拢要无够算啊！问我敢阁介意？你有病？好啊好啊，既然拢无介意啊，安尼伊甲因女朋友感情真好，你是咧艰苦啥？哦，所以你找我这个假的男朋友转去，讲你无想要输，你就是张友莲哦。毋是啊，想想的就是毋甘愿。哎，凭什么张友莲运气遐尔好，一个齐慧敏交往10几年拢袂分手？啊我嘞，男朋友交伫要12个，总是拄着毋对的人。你讲？到底是别人想好，还是真正是我想歹？别人有好无，我是唔知影啦。也毋过你绝对袂歹。委屈。我是老实讲啦，既然拢是错过的人，就代表伊毋是对的人。还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迄款唔对的人一直出现伫我面头前？而且你敢知影，迄款甲我交往过的人，即马毋是已经结婚啊，就是当伫准备要结婚。新娘拢毋是我为啥要替人嫁啊？哈？你讲看卖，你讲看卖。就表示你较适合做尾仔床内第2个女朋友。无安尼啦，你甲我做伙。无你卡，我真紧就当结婚啊！咱两个毋是已经做伙啊？我是讲真正做伙，毋是演戏迄种。就了。加。Thank you。刚刚无酒醉。安尼就紧尾仔送来第2个男朋友。即马是笨手套。安尼就紧笨手套，干杯。干杯。无酒啊？头家。等下。过来，10盘。我就惊我一世人都袂幸福。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我保证。高早，你哪会伫阮兜？
恁两个透早安尼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恁昨晚做伙过暝吼？恁昨做敢唔知影啦？若是我唔留落来，想照顾你，就个水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